家8人呢，以前要注上一个客家8人，通常呢都係一個莊頭當中，地方有大家咧就按一個同好，冇到去個家族地方呢，大家呢向下來留一個落石來個師傅來學一竿，差不多一竿呢都係3張年，一竿了後呢，然之後第2竿、第3竿，用嚟學了差不多上些呢都1年，即將做得出來做床，用慢慢的做床，即將做得去安尼經過。之前講過那條歲時記憶啦，生命禮書當中呢，幾乎去做床，用做好了呢，上時呢30-40年，大家都真有默契。故說我判乜嘅出腳，大家都真知。不過呢幾年來，安尼啲講，而下那條客家8人團呢，那條師傅呢老嘅，而家傳承當中呢都冇像以前那樣，而家大部分都係從安尼啲講。苗栗真有名嘅陳家8人團，嗰啲成員呢，大部分都係戲劇學校畢業嘅學生嘅，嗰啲呢老師來學了呢，佢都圖了就班嘅地方呢來做廠來演出，故所你都係現代一個困境啦。真多啲客家8人團呢，佢哋呢要傳承當中呢，真係冇法度像以前一樣，像字體班一樣嚟學咧。故所呢，你睇真多客家8人團呢，佢出間呢就去尋，看有後生人喎，做定入來盤塔嘅基建嘅大鑼鼓慢慢呢叫佢呢做了一個改變。不過你睇真嘅，你都係安尼講，你客委會也好，政府也好，應該花較多時間，圖呢個部分樣板來將呢客家8人團呢，安尼講接班人，接班人，樣板來做，你都係你睇面臨嘅一個大問題。